今日咧，我哋希望同學仔咧可以喺成個過程入面學到好多對情緒相關嘅一啲信息啦，例如點樣去理解到自己發生咩問題，同埋點樣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包括點樣去通過一啲中醫嘅方法啊，令到身體更加地好。其實係一個係好希望佢哋學得到嘅嘢。我哋都知道咧，對同學仔嚟講，中醫文化係比較難理解嘅，所以我哋係特登透過咧用歷史嘅方式啦，或者一啲動漫人物、神話人物等等一啲生活上嘅例子啊、得意嘅例子，希望令到佢哋喺透過呢個方面嘅資訊去慢慢地理解咩叫做中醫嘅文化，咩叫做中華嘅文化。其實我哋呢個課程呢，主要係希望同學仔呢可以透過我哋嘅講座啦，同埋我哋嘅小遊戲啦，充分地去感受到我哋中醫文化嘅一啲特色，因為呢個都係中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石。